今日嘅主題土與情，請咱來讀路加福音5章15到16節，咱做一個開聲來讀。當耶穌的名聲越發傳揚出去，有極多的人聚集來聽道，也指望醫治他們的病。耶穌卻逃到曠野去禱告。古早嘅人伊能用餅有豆、三公麥冬、尿草酸鹼，做主嘅工竟應當是這些，愛宣告主嘅名將尋求引導，並從伊迄個來領受靈力。主耶穌到加利利為病趕鬼，又結成了一個將大麻煩嘅人，引起了轟動。有真多嘅人來聽道，指望得到醫治。但主耶穌伊無有拍天成日，伊卻逃到曠野去禱告。主正這禱告勝過魔鬼嘅試探，如今伊也這禱告聆聽神嘅話語，從神迄個得到力量。正在神嘅時間不能光貼，也是以糾紛來收場，常常是因為禱告未夠。光顧人嘅熱情通常無變持久。無啥人嘅靈力做主工，也會事倍功半嘅。更糟糕嘅是，人嘅肉體常常會走出來，結果反倒當引起了教會嘅紛爭。使徒特別教導人，認真祈禱所獲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，這記載到雅各書5章16節。猶大不住地禱告，這記載到帖撒羅尼迦前書5章17節。人愛按神嘅心意來服侍神，就必須多主動當工嘅職當來祈禱。如果愛尊正，就如果愛禱到主嘅名中，人就有信心，也能夠當心經驗神嘅帶領，並順利嘅推動事工。再來讀路加福音5章15到16節，做一個開聲來讀。當耶穌的名聲越發傳揚出去，有極多的人聚集來聽道，也指望醫治他們的疾病。耶穌卻逃到曠野去禱告。請人默想這段經文，然後人祈禱。